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平常时咧，我哋会投入动无限、鼓手运动嘅非常重要嘅事情。今日呢，梦欣老师会带大家来跳尊巴有氧，系热情嘅运动。一开始，我哋会先来做暖身运动。第一个运动系脚打开，脊椎伸展，竖往上。我哋底下停留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記得咯，我哋會絲襪咧會夾起來，肚臍會用力，停留5秒鐘，聽2擺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聽一隻暖身運動係側腰伸展。我哋要留人嘅腰束伸起來，存到呢片，聽到呀？5、4、3、2、1，本片同樣係5秒鐘。5、4、3、2、1，接下來咧，我哋要用肩膀來挖鉗咧。1、3、4、5，本片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來，我哋要腳踝嘅暖身，挖鉗呢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。換另一隻腳。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，大家就跳得動好哦。一下接下來，我哋就愛配點音樂來強下動態暖身。保持呼吸哦。第一個動作，膝蓋抬起來。假鬆樹。保持呼吸。踏壁。數把鉗呢？還有膝擺。保持呼吸，假鬆樹。從頭。抬膝。假鬆樹。大家就表現得當好哦。接下來咧，我哋要進入尊巴有氧嘅運動。接下來，我哋要學第二隻慢坡擺臀嘅動作。腳蹼係踏並踏並，各一擺哦，看清楚哦。踏並踏並。接下來，我哋要企喺中間，腳踏出去，踏收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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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哋要加快速度了，踏收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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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來，我哋要停通，我哋要絲襪。挖鉗呢，一鉗
2拳、3拳、4拳，也是往右边挖拳的挖4拳，过一摆哦，1拳、2拳、3拳、4拳，问另一片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的简单哦，过一道哦，1、2、3、4，分片撒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哦。人家就你挖拳的时候咧，要使到你的食物老肚子没有用力输好来，过一道咯，脚打开，1、2、3、4，分片撒，1、2、3、4，注意哦，脚趾头咧做得放松一些咧，1、2、3、4，分片撒，1、2、3、4，也哈，人家就为了脚步加食物向下脚踏出来，挖1拳，1，挖1拳就好哦，脚就踏进来，另一片撒，挖1拳，1，就踏进来，非常的简单哦，连在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就表现得动好哦，加快一点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过一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道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咧，人家就会数，不用轻松，不用到身体的旁边，向下来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就会数像跑步一样，前后，过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记得咯，人家就会身体做唔得歪，身体要前面，该做一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听一只手节，人家就要搭配手，鼠标到旁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的简单哦，过一道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放旁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記得咯，師傅一定要挖拳呢，加一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都要撒下來，我加速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張一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是不是挖拳的哦？再一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前後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
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係唔係咁簡單咧？人家就要喺做1隻動作嘅時候咧，要知道人嘅呼吸要保持正常，咁唔會喘不過氣哦。接下來，人家就要配音樂來試看啦，來練習一下。手拿起來，加多。我停上來啊，非常好。好，高一刀哦。加一刀。保持呼吸哦，多練習哦，加一刀哦。非常好，大家表現得當好，將來練習100。非常好哦，再100哦。手要擺起來哦。非常好，大家表現就當好哦。大家就好唔嘛？人家就要基本嘅動作係慢波擺臀，我記得咯。人家就會試過會挖鉗呢，張轉來，挖鉗呢，張轉來，手咧會打出來。肚臍，我吸氣用力，是不？我夾起來。基本嘅大家表現都當好，希望大家，拜拜。